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郭文定今日讲，郭台铭捌找伊做副手兼行政院长，不过佮拒绝啦。国民党的部分吴敦义甲郭台铭有可能会来面会。昨上大雨，造成中南部各地头拢有淹水、水崩山、厝倒去的情形。阿里山铁路要铁基路遭抓。绿岛发生松林大火，烧尾28公顷，今日下晡火势有较强控制啊。2020年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这3个人敢有要来合作呢？台北市长郭文哲伊今仔日是家己讲，郭台铭捌找伊来做副手兼行政院长，也该拒绝啦。不过说希望郭台铭出来选总统。另外，国民党也有人要来安排吴敦义甲郭台铭来面会，郭台铭也讲无排斥。2020总统大选，郭郭王革命合作变化真多。台北市长郭文哲表讲，进前甲郭台铭会面的时阵，郭台铭提出郭郭配，而且佫讲要互郭文哲做副手兼行政院长，郭文哲当场就来甲伊拒绝，佫讲若是要做副手，不如家己出来选。常说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或者说大家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分赃政治。针对2020呢，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位置啊，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配法啦，我觉得我一向以来都说都是臆测太多。2020总统大选一直传讲郭台铭要参选，国民党积极找找整合，总算出现真大的发展。副主席郝龙斌伫8月15亲身来拜访郭台铭，嘛转达郭敦义希望安排公共关会会当来见面。整个的会谈非常的愉快啊，也顺利。我相信郭董跟吴主席短期之内也会透过幕僚来安排见面。郭董能够冷静，能够沉淀，然后不要急到做决定。国民党真拍拼，想要甲郭台铭救回来。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要争取郭郭王的革命合作。不过原本3个人要伫咧8月18桃园佛教活动面顶讲台，郭台铭的幕僚讲去的机会无大。连王金平之间嘛讲家己赶袂赴这场活动。恐怕呢这个高铁会误点，所以为了赶原来已经安排好的中部的行程，所以我大概去的可能性非常少。桃园3个囡仔唱无结果，2020郭郭王到是要做伙合作，以及一动影响哪里的选情嘛，真受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为要拼2020年的总统大选，韩国瑜国政顾问团要伫17要来举行成立的记者会。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也到灾害现场，说互媒体问讲，你敢会留伫高雄？伊也强调讲防灾优先。另外，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张善珍也带领着国防小组顾问到台北来参观着国防工业展。高雄市山区路真大雨，灾情陆续传出。高雄市长韩国瑜16日下晡赶紧改变行程上山看灾，正多救灾关键时刻。韩国瑜国政顾问团17号要开成军记者会，媒体关心韩国瑜到底是不是出席。今天是在高雄吗？防灾第一优先，一切以防灾为第一。韩国瑜强调防灾优先，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开设都未离开。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张善政甲国防小组顾问特别代替韩国瑜到台北航太国防工业展参观，到 F-16战机制造商大会。张善政坐入机舱，体验驾驶临场感。支持15蔡英文才倒来，韩国瑜国政顾问团也对得来，敢讲是国旗要来拼场咧。没有互别苗头的意味，但是以我理工的背景，我相信他们跟我做的这些解释，我的这个理解度应该可以比蔡总统好很多才对吧？我觉得把国防的这个战备能力弄好是不分蓝绿的一个共同目标，只是说老实说，国防军备很花钱，怎么样把这个每一块钱花到刀口上面？
张善政也暗示蔡英文两岸关系爱和缓，无中国压力，双双加加被军备，对台湾军国有好处。并总统选举，韩国瑜国情顾问团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17号百位顾问团名单也要正式对外公开，全面备战2010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8月18，中国解放军要用武力来镇压香港。总统蔡英文今日搁再讲，坚定支持香港人民的诉求。若准北京也是香港政府有诚意要来沟通，香港一定会回归平静。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听到韩国瑜讲，伊逐工上无批10份的公文，也怨叹家己批公文读起来是评量较悬。参访新竹市立动物园，总统蔡英文和囡仔看起来拢真欢喜。只不过，和媒体问到香港传出8月18武警要武力镇压，蔡英文虽严肃强调讲支持香港人民的立场，希望北京或者是港府都会当和人民好好沟通。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不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能够聆听，都能够感受到香港人民的这个心愿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沟通，诚意的沟通，我想香港会回归平静。对这份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逐工至少批10份公文的讲法，蔡英文嘛笑笑回应，家己唔有公文，还有真侪报告爱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感叹讲，批的公文堆起来比人更加悬，再度和韩国瑜隔空交火。我批的公文常常要分好几次报进来，堆起来都比一个人高。那我的工作不是只有批公文，我常常一天从清晨5点多就开始，经常7点多出门，弄到很晚才回家。苏贞昌话一段讲到，有任何天灾、淹水或者是各种情形的时阵，人民上希望看到的是政府首长会当有同理心，毋是为着家己的代志走去武东武西。而且首长若是无认真，也是根本无定定坐伫咧位，有样学样，下边就会走进去。佮咱嘛伫咧暗指高雄市长韩国瑜批爱订互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山区上大雨，规个高雄市有94条水防山红色、黄色的警戒。市政府透早也赶紧来宣布，南华社、桃园、六股、布林、甲仙这5个行政区今仔日阁停班停过一天。中昼过后，美浓也因为雨伤过大，紧急来宣布停班停课。伫美浓也有落来放弃，而且还有袂少所在高洼水是填到厝内底。美浓大鼻头这产业道路已经是当地居民重要通道，暗过规暝大雨，冲空地基流出1公尺长的洞，当地公所紧急举起封锁线，避免人车经过。那这边怎么办？现在从那边过去啊。向内底行，调湾市往龙场的路，透早7点半也出现水崩山。美浓区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真侪狗仔未赴排水，溢流到面体，互积水上侵，一度到大人的脚头区。市府紧急宣布，中昼过后停班停课。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看这种雨，我们怎么敢睡呢？没有人关心我们。这个河道这样短嘛，所以一般没有切的话，这个沙土没有切的话，就是顶过就过去了吗？民众报关，落雨到淹水情形已经10年，拢无改善。李长讲，主要是附近的排水沟啊、清垃圾无确实，加上90度等法，这落大雨，爆发就放弃。路全部拢是黄水，道路排水沟啊，伫倒位拢看袂清楚，民众开车经过，也阁因为水串流，车身一度浮浮沉沉。这是高雄六股要往市区的省道大雨都未煞，山区4个拢是同款的情形，也阁有农业区，因为土石流占细溪流的水头，土石放弃，将排水道挡掉的当地交通也断去。经过气象交通计为15号0点开始，到16号下晡5点，桃园区累积雨量已经有673毫米，那马社有552毫米，全市有94条土石流，红黄色警戒。那马社、桃园、六股、茂林、甲仙等5区16号过停班停过1天，全市撤离3500多人，爱等警戒解除，才可能互民众回去。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地区昨暗唔那落大雨，而且半暝啊，阁有地动。伫阿里山松林铁路周老寮路段发生土石啊走山、铁轨路走逝情形，连带影响到嘉义到本基湖的路线是爱先来停驶，爱修理4天才发度。另外，伫中部乡的中寮村也发生水崩山冲到人邻家厝内面，好佳在处处因翁阿某早就去避难啊。黄土水直流落来，土石对徛街后边的山坡地岔流落来，徛街头前的空地堆满石头啊，估计至少1公尺悬。紧急替离姓陈的这户人家转来了后，看到这个情形，怎唔知要安怎才好？边啊有拄，我才有法度停，无嘛无法度停。即马内底有分无分，我嘛唔知，我刚才tran裤有分尔。因为最近山区落雨，资本13徛街后边的山坪都崩塌，乡公所已经派大型机具清理。想要到一暝大水雨，搁再加上透早5点41分的地动，引起水崩山，石头啊含着公霾直接冲对徛街，甲边的军人园拢淹去，周边的道路嘛受损。这清偌久啊？哦，这停2天啊。2天哦。阿里山森林铁路嘛受到大水雨甲地动的影响，周老寮路段的山坪土石崩落，造成铁轨道山位损害。林铁处发车进前巡检发现，初步估计至少要4天才能修复完成。林铁本线嘉义到奋起湖路段各级列车自今日起停驶。除了本线停驶，阿里山国家公园内面资本的3条火车支线，经过路线巡检了后，拢无状况，搁正常行驶。滨江山中村的旧条溪段，因为地势较低，水位升悬，将桥面拢淹去。铺水桥早起10点紧急封闭，警方搁伫现场警戒，需要等到水位降低，才会当开放通行。农委会发布水崩山警戒，红色警戒的部分，嘉义县境内有60条，甘那卡属高雄市的71条。记者综合报道。这阵热雨伫中部地区也引起灾情。南投伫今仔日透早5点外，民间乡仁和村山脚巷也发生水崩山，是规个冲到人的邻家厝内面，尚无有一间三合院或者的沙石啊来甲淹倒，而且这个落雨霾啊是一直冲到车路，地势对外的车也来塌条挖倒入来，随后也赶紧来疏开全面80人。另外，伫台中潭子也有这个家厝啊崩起的情形。土石甲黄土水伫山顶冲落来，下骹河梁厝嘛受到冲击，要甲一半拢害去啊。本来漂亮的山路瞬间化为乌有。另外一边边坡的土石落落来，而且阁有真侪土沙水冲入去主体，嘛互连外交通断去。当地民众讲8月15日大水雨落规暝，16日透早5点外就发生水崩山。昨暝就崩落来，积伫起啊！再这个拢加拢这。一大堆的土石。那个竹子还是在飘飘叫，一直还在稍微移动啦，所以我就回去告诉家人说，不要再出来了。大水雨是上甲真紧，阁真快，自路边的溪仔袂复甲水下掉，连续几落天山区的土石含水量是真巴低。乌南投民间乡仁和村的山脚巷发生水崩山的灾情，估计有72000外立方米的土石崩落，公所紧急撤离80个村民去活动中心。目前有50几位去移清，另外30几位还留在原地。另外，伫咧台中潭子早起7点半嘛传出土角厝崩起，厝内有一个91岁的老大人，互掉伫内底，紧急出动大批警消来抢救。落尾出租的后生来现场发现我妈妈无伫厝内底，才解除警报。当时大型机具马上动，我们担心这个有连下大雨嘛，它的结构不稳定。那如果大型机具马上开挖，可能会影响它结构安全。连续几落天的大水雨，互民众心惊惊。毋过大水雨的威胁还未解除，落雨嘛拄白地向山区来去，民众一定要注意水崩山，还有落落来土石。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大雨，互各地头拢未平静。伫彰化地区是落雨落加透早，真侪乡镇的所在拢伫咧淹水，其中彰化市真侪车路拢有影真淹。在田中花坛的所在，也有崩山意外，警方也随去交通管制。伫鹿港也有这个家厝啊，因为雨势伤过大，规个崩去，好佳在是无人来受伤。怪手含堆土机来回清理对山坪被冲落来的土石。土石崩塌的地点伫田中镇通往南投县清北溪的中南路。15深夜开始的大水雨，互规片山坪的土石大面积淋落来，全线双向拢紧急封闭。真侪民众早起想要去南投，拢无法度过。只公路塌去，伊无法度来加站，
嘿，叫我骑机车看会过无，会得当过无安尼啦。经过抢通，中南路伫早起9点就先开放单向通行，不过因为大雨造成土石崩塌的地点，阁有回单向的停得低，乡长早起就先去现场了解状况。昨暗开始落雨了，头路人就透早开了，就看到讲这规个山壁管叫出落去，所以规条路环变到讲无法度通行。彰化县15清夜都落大水雨，包括彰化市区花坛、大川、社头、田中等几个乡镇，陆续传出淹水灾情。昨日天光了后，虽然雨有较歇，不过阁有真侪所在淹水拢还未退，甚至讲伫鹿港阁有家厝啊，因为大雨崩塌，民众拢感觉真无奈。以前下雨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就算台风它也不会掉下来啊。大摆落大雨嘛，山水就拢入啊，拢较济啊。一定落啊。啊，早上应该对。应该对。大水雨伫咧彰化虽然无造成伤亡，不过农作物的损失真惨重。未少农民的西瓜园和葱头田拢规个浸伫咧水内面，损失真歹算。农民希望县政府会当赶紧清查农村面积，互因天然灾害救助。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会诊过了后会统一甲中央争取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人讲火烧岛就是台东的绿岛，要去遮民众爱注意啊！在昨下晡发生了森林大火，大约烧28公顷，是来烧去是烧到规片。所以因为绿岛这个所在要找水来拍火真困难，到今仔日。这个火拢是一直熄掉的，拍无花。空勤队也对台东花莲钓直升机对空中来拍火，到今仔日下晡，导火情形是有较控制啊。绿岛公馆村白沙湾山区大火不出乌烟，这场火为15中昼开始烧。乌烟一度造成绿岛环岛公路白沙段视线受到影响，因为当地欠水，只好再水拍火，而且消防队人力也无够。台东县消防局请求空勤队派花莲甲台东分队，各一台直升机吊挂水地，为台东市活水河提水，为甲绿岛空中拍火。部分是我们这里没办法立即去做处理，所以我们也申请了空勤直升机来做一个空中灭火。大火烧到台东林管处管理的18公顷保安林，林管处16号派17名国家森林救火队到绿岛协助拍火，下晡火已经完全控制。其实是过火。面积大概是28公顷，但是它是很快速烧过去。但真正我们看一下，就是林木有被害的面积大概估算大概是2公顷左右。黄军切讲，烧到的树啊，主要是拿豆树，可能对毛蟹类生态造成影响。因为顶个月绿岛观音洞甲牛头山拢有杂草烧起情形，即摆佫伫公馆白沙湾山区发生火烧山，原因无清楚。台东林管处呼吁民众到绿岛户外活动用火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大雨就还未停，台中市区就要来停水，有可能会停1天到2天。台水公司第4区管理处表示讲，为着潭子甲北屯这2项真重要的水管线路工程，自20就会开始停水，可能有117000户会来受到影响。唔那民众来埋怨，这个店家也无法度做生意。大型水车入去水公司内底准备，风上头宣传车嘛准备要出发，提醒民众台中市就要开始大规模停水的消息。停水的范围包括台中市区顶8区，停水的时间上长到46点钟，因为2项工程要一改做回来时间。建设局的一个连外道路，它要做一个衔接的工程。北屯路的地方有一支我们的1350的管线，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接头处的地方已经有在漏水，所以一定要配合来做一个检修。水道水公司表示，停水的时间预计伫8月20早起10点到8月22早起8点，部分的区域上长46点钟。区域是杜文心路以东代替干线以西顶8区，包括停水还有降低水压，总共有117000户。虽然紧急调18台水车、6台消防水车，还有113个储水站。不离个真侪民生的用水，还有营业的店头嘛是受到真大的冲击。一天大概都是8、9台至10台，也有可能会超过10台。可是损失的部分的话，那也没办法，也是要尽量配合啦。海洋真侪水的洗车业表示，因为无水查用，无法度营业，就爱排休困，连续2天的营业额嘛损失真侪。这个停水的区域，佮包括真侪真有名商圈，像过一中街，也是所有商圈的小食店，同款嘛是受到欠水影响，根本就无法度来做生意。
餐饮类就是水用的量会比较多，因为要洗碗，还要洗一些设备的东西呀，对啊，所以这次停水的时间太长了。业者表示，这届停水的范围较宽，而且包括市区主要上宽，时间嘛比英国更较长。就算讲有欠水，嘛无法度来应付，跟会当暂时停止营业。水公司表示，为着避免停水真侪届造成大家的困扰，这届甲2项主要工程摆做伙。布里格嘛，因为这个第2供水区的地形较密，希望讲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恢复，互影响来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在去年9合1婚林启动宝贝村村长的选举，本地做3届张其芳说是输2票，输予这个黄铁云。结果张其芳要求爱验票，检出来啊，2个人票数竟然是平济。最后今仔日透早伫婚林县选举委员会来举办抽口啊，结果是张其芳抽到，继续来连任第4摆。签筒内面看到2支签，分别写着当选无当选。新报道的张义芳是过去连任3届云林市长宝贝村长，但本届选举开票以后，以2票输去，也来申请验票，看对手黄楚云监票。16号上午2位进行抽签，选抽到就当选村长。这支签是张义芳先生抽的吼，恭喜！你会较无闲，当选各位，我清楚。就是我村民和阮的众体团体力量，和我有这个福气来抽到安尼。所以讲我会尽心尽力来为阮保卫村来做这工作。去年底选举开票，张义芳以491票，随后对手2票单输去，因此向法院申请验票后。变成向黄楚云拢是492票，这个抽签决定选中选。虽然这届验票导致黄楚云被入选落选，但伊嘛展现选举风度。以后装的我第1点，装的你工课来做好，莫讲分你甲我，今仔甲你恭喜，哦。市长乡长林正坤嘛到场见证，伊就讲，黄楚云虽然只有做半年的村长，但真积极嘛为民服务，未来嘛希望张义芳。会当继续为村民争取建设，毛这场村长的选举真好去有一个结果。记者为您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河真。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情形是烧未退，北京政府惊香港会来失控，一直咧派武警来禁止这个深圳湾体育中心，日前要卫星相片来翕到。外国媒体也翕到上千名的武装警察，正在进行进步训练，上百台装甲车、运兵车拢互看现现。上千名武警来回模拟进步演练，毋若是安尼，阁有上百台装甲车集合做伙，地点就伫咧深圳湾体育中心，全部拢互外国媒体翕落来，全部见光。中国门口口有武警咧顾，门禁真严，因为北京政府进前已经派差不多4000名武警去深圳。伫香港国际机场无法度运作了后，阁加派过6000名武警。前后总共派11个部队，差不多1万人。未来若是香港抗议冲突失控，万名武警恐惊随时会介入。这我又不会太担心，因为始终香港就是中国最大的什么外资进入的城市，所以我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这样做了吧？就算是的话，应该最大的责任就是在行政长官上面。这2天香港的抗争活动明显加真严重，但是抗议行动不断进化。抗议团体呼吁香港市民主动提领现金1-2万港票，透过 cash out 行动测试港府外汇存底是毋是有够。但是财经学者是认为，实际上影响无大。经营不好的金融业者，可能因为他的存款户失去信心，所以大量的到银行去提款，那个叫做挤兑。但是这次香港民众，他们其实属于一个政治的事件，他们去提的金额，其实也只是他们存款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其实并不会造成一个信用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它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比较大，没有太大影响吧，因为也没有好多人真的去拿钱吧，因为一定要有好多人去一起拿，一起做这个活动，应该才有用。但是可能可以
给他们辛苦一点压力。虽然 cash out 行动效果有限，不过暗时8点，还有大型的万人集会活动。香港学界及联动网民呢，今天晚上8点将在中环的遮打花园进行万人的集会活动，希望借由国际力量及在地的力量，反制政府的打压。假日抗议活动一波接一波，拜六早起有教师大游行，但头是礼拜日818游行，虽然已经收到警方无反对通知书，但是有条件是同意游行集会。目前民电阁在上诉，若是维持原案，但是民电阁坚持要伫咧非特定区域进行游行和集会，而且造成再发生暴力，危害公共安全，警方会实施抓人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的情形，中国表示讲，香港若继续乱，是未来急点点。美国总统川普今日也讲，烦恼香港防暴力镇压，佮讲最近会甲中国主席习近平来通电话讨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也讲，若用到镇压的方式，会可能引起着美国国会真大反弹。另外，香港首富李嘉诚今日也讲，爱停止伤害香港。香港情势变歹，美国总统川普嘛那就甲美中贸易战甲香港绑做伙。川普则是发文讲，中国若是想要达成贸易协定，爱先人道处理香港的议题。15个对媒体表示，已经安排最近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通电话。伊对香港真关心，嘛无想要看到暴力镇压。Be willing to bet that if he sat down with the protesters, a group of representative protesters, I'll bet he'd work it out in 15 minutes. We have a call scheduled soon, President Xi. 因为最近解放军集合伫香港4个位，美国嘛真侪届对反送中议题表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接受专访的时阵，就警告，中国若是用镇压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会引起美国国会的反应。The mood in Congress is very volatile at this point, and a misste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think, would cause an explosion on Capitol. 波顿表示，那是因为北京出口的决定，互香港失去国际上的声势，会互中国的经济带来真严重的效果。不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15日记者会面顶呼吁外界势力必须要停止干涉香港的代志，若是情势恶化，中央政府一定会跳出来处理。A handful of extreme radicals have been undermining rule of law, social order,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But they have taken cover under the so-called pro-democracy movement to hide their real intention. 刘晓明嘛表示，对香港政府处理代志的能力有信心。不过，因为最近反送中的抗争，香港首富李嘉诚头一届对香港最近的情势表态，用黄大之瓜好看搁得这8个字来看广告。这嘛是伊伫2016年对旺角冲突的时阵讲过的话。时阵当中，黄大瓜是用来譬如做感慨某仔亲情伫权力的斗争之下的变质，客人认为是要停止对香港的伤害。另外一边是表示反暴力，不过李嘉诚拢无使用针对性的字。佮透过发言人表示，少年人要讲互政府的声音是遮尔大声。有网友佮发现讲，广告内底若像有插因果有果、勇敢自己的字，若像佮有其他话要讲，嘛增加真侪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情势是影响到各行各业，有学生伫网络平台发起了中学生罢课的投票，收集了2万份的资料。有要9成学生是支持罢课，打算对9月初2要来开始，逐礼拜罢课1天。不过，香港教育人员协会认为讲中学生判断能力无遐好，无适合集体罢课。9月就即要开学，反送中运动有可能拖去到校园。古台的学生组织准备计划要罢课，其中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最近的问卷调查就发現，有將近9成的學生支持罷課。咁其中有9成嘅同學都係支持呢個罷課嘅。咁其實反映出喺中學生喺呢個暑假期間咧，對香港而家發生嘅不公不義嘅情況有更深刻嘅認識，咁亦都有呢個決心咧去爭取一個民主嘅香港。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嘛指出，訪問超過350間學校的19000多人，有4成以上認為愛無限期罷課，但是進前並無類似的經驗，所以暫定逐禮拜罷課1天，暫定對9月初2開始，初步計劃佇香港島、新界、九龍設立集會地點，學生打算發動罷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要伫17舉行大遊行，要求港府回應民間的5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相關的風波。佢講到，過去2個月，警方接獲電來互人批評，呼籲教師參與遊行表達不滿。我哋亦都覺得喺過去呢
段時間，我哋睇到好多畫面，其實係喺警方喺執法嘅時候，我哋覺得佢用咗好多嘅過分嘅武力，呢啲嘅畫面令我哋好心痛，所以我哋都希望行出嚟咧，能夠真係守護我哋嘅年青人。教協有估17個有500個人出席，要用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但是被問到學生罷課的議題，教協指出，大學生已經捌代誌，有能力家己決定是毋是要參與。但是中學生因為成長的差距較大，對代誌判斷能力有落差，所以無適合推動集體罷課，建議會當依照一般請假的方式來處理。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咱鏡頭看到韓國南韓總統文在寅在10月光復節的時陣，講到期待2045年會當實現兩韓統一，這個話說予北韓袂驚，表示袂甲南韓進行任何的談判。北韓佇10月閣發射2粒的飛彈，這也是1個月來第6屆試射。6月19號，南韓慶祝光復節，南韓總統文在寅在隨時陣表示，唔望喺2045年實現兩韓統一。這個話予北韓真生氣。16號喺官方媒體朝中社表示，北韓嘛無想要閣甲南韓坐落來會談了。對此，南韓政府認為北韓的態度違背了板門店的宣言。 그러한 발언은 남북 정상 간 판문점 선언과 평양 공동선언 합의 정신에 부합하지 않을 뿐 아니라 남북 관계 발전에도 전혀 도움이 되지 않는다는 점을 분명하게 지적하고자 합니다. 同一天，北韓嘛喺16號早起當地8點外，喺江原道同川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2個飛行物體。這是北韓今年第8屆試射武器，嘛是過去1個月來第6屆試射飛彈。這個飛行物體飛行距離是230公里，高度是30公里。對於北韓的行為，日本表示並無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十分な警戒態勢の下、米国などとも連携しながら。英國媒體 BBC 分析，北韓質疑南韓一面講要會談，一面刷甲美國聯合軍演，認為南韓的做法是真有問題，所以拒絕閣甲南韓會談。這有可能予兩韓的關係喺地期內底，喺原地踏步無任何進展。記者林世東報道。繼續來關心咱台灣貿易的情形。美中貿易戰一個短短的效應，加大商回流，主計總處也甲今年經濟成長率收懸到2.46%，民間投資也繼續佇咧收懸。按算講，2020年經濟成長率會使到2.58%。不過到昨為止，全國是有26間嘅企業佇咧放無薪假，人數也有2000多人，而且是今年上濟。因為大商持續回流，再加上大大移轉效應，主計總處將經濟成長率對資本的2.19%上修0.27個百分點，來到2.46%了。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是2.58%，保持無問題。實質的出口成長由第一季的0.42%提高至第二季的3.07%，下半年產能回流效應呢，應該是會優於上半年。其實，在美中貿易、英國脫歐、全球經濟降溫和香港經濟緊張增加之下，亞洲附近國家攏下修經濟成長率，親像南韓將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期下修到1.4%，新加坡和香港嘛只干啊0.7%和0.6%。主計總處認為，未來主要國家央行貨幣政策、國際股匯市波動等等，攏閣是未來必須要注意的無確定風險。到底咧主計總處調關 GDP 的同時間，勞動部是公布上新的無薪假統計，一直到8月15，總共有26間事業單位實施無薪假，人數有2002個人，比7月底增加1341個人，創下今年以來新高的紀錄。實施的產業是包括金屬、機械和工具機等等。它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來講的話，沒有接到的那一個，那可能它在短期間裡面就會需要有一些因應。政府會對這些被迫放無薪假的勞工，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常設的機制來處理？比如像歐洲有些國家，他們有所謂的部分失業給付，那像美國是用短工津貼。
学者表示，美中贸易战也未明朗，受影响的产业伫咧看无前景，会先用无薪假来因应经济。下一步可能就是裁员，这对政府和规个产业来讲，拢是一项竞争。劳动部是强调讲，已经将实施无薪假企业的名单提供给经济部，卖严格控管厂商伫咧无薪假这段期间，袂当阁加请外劳，卖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不管你是做啥物，劳工永远拢爱徛共边。鸿海集团日本社铺有风声讲，自去年11月开始，日本龟山厂甲外籍劳工4万4千多人，为着要声援这劳工，东南亚、欧美、日韩的劳工团体，16下晡也来到鸿海土城总部，要求爱甲或者辞调的员工来复职，也自实咧辞调到真的薪水，拢爱付甲到。外口好爱工作权，鸿海旗下子公司日本社铺传出，去年11月开始大量解雇外籍劳工，裁员超过4000人。16号有社铺日本籍甲菲律宾籍劳工，伫后比日顶真一个国际劳工团体成员下跨海来台湾，到鸿海伫新北市的总部，指控鸿海是恶心企業，剥削勞工無分國界。会社の息がかかった組織が私たちユニオン名、そして組合員たちの身体に危害を加え、命を奪う。このような形で、組合に対して行動をやめるように圧力をかけています。They said that's why they cut our working day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regarding low production. But how come, if it's true, why they are hiring new workers? 劳工团体指出，日本社铺裁员名单中有不少是工会成员，这期资方要以降低企业成本为理由召集打压工会。伫日本三中厂也有真侪员工伫今年4月被减少工时，资方却找来大量临时工来补足人力。劳工团体批评安尼做，因讲是变相减薪，看回爱郭台铭出面来解决。你们的国统要选总统了，连个承袭书都不愿意接吗？日本社铺工会干部拍算向鸿海交定情书，暗过现场无任何一位高层出面来替。劳工团体表示，会集合更较侪力量，继续声援被打压的劳工，一直甲诉求被听到。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产业工会有300多个员工，伫去年1月旧历过年的时阵，依照法律做伙来休假。落尾说，互台铁认定讲这是抗日，工会也向劳动部来申请劳动裁决，说互劳动部来驳回。工会立即拍行政官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15个时阵也讲，劳动部驳回停书是无合法，判工会来胜诉。2017年的春节期间，台铁产业工会337个人发起集体依法休假的抗议活动，结果事后有331个人和台铁处决记告，其中235个人记一大告，6个人记2小告，还有90个人被记1支小告。因为安尼，甲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裁决，但是煞被驳回。工会成员不服提出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咧15日认定，劳动部驳回停书无合法，判工会胜诉。这个不单只是程序上的问题，而是我们会希望裁决会在重新审理的时候，他可以重新去看整个劳资脉络，还有这个依法休假它的合理性、合法性，来重新帮我们就是做出一个判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表示，劳动部的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伫咧召开询问会议的时阵，其中有3位委员并无出席，煞参与裁决决定，而且委员总共15个人，合法出席应该是10个人以上。迄天敢若8个人出席，无达到2/3的核定。裁决停书违反正当法律停书，已经属于违法，所以判决劳动部败诉，撤销原决定，专案会当上诉。法院的判决我们都一向会尊重嘛，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啦，啊，那我们会收到判决书以后，内部讨论也会跟裁决委员会来进行讨论。劳动部表示，会伫咧接到判决书了后，送裁决委员会讨论，是毋是会就停书上诉，或者是直接决定做法院所要求的停书。等讨论了后，才决定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人讲，伫台北买厝真困难，要买新厝，而且是更加困难。根据买卖厝的网络中人平台上新的统计，买新厝上困难的是伫台北市，爱30年无开半线才买有，超过一半拢是3000万以上。而且新北市是爱开16年半，台南市是排第3，爱开12年。这几年厝价物价啥物拢起，就是薪水无起。上班人想要买厝是真困难，想要买新厝是更较难。尤其是伫咧台北市，爱卖食卖啉几落档，才有可能买得起一间厝，佫无真大间。现在房价就是一直涨啊，然后我们的薪水其实是，跟大概就是以前的年代其实是没有差距太多的。可能是因为就是房价、投资客都炒得太高了，然后其实我们薪资的水平也没有到很高。网络卖厝的平台国叫一新价案上新的统计，用厝价中位数甲租价厝加号会当支配所得相除了后，来计算出各县市新价案厝价所得比。结果显示，买新厝上困难的是台北市，爱卖食卖啉28.8年才买得起，房价中位数超过3000万。第二是新北市，厝价上无1500万，爱16年半卖食卖啉才会当买新厝。就算是较南边的台南市嘛，爱12年，房价中位数超过900万。因为这几年台北市高度发展的关系，再加上都更推动的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建商取得土地的成本也就垫了上去。另外，调查还发现，买新厝上简单的是新德县，除了新德县的北地较大，有真侪新丰、湖口等等的建案，厝价搁伫咧100外万，也就是一平20万以下。而且德口工课人口收入较悬，嘛提升整体家户的所得。买新厝干那需要卖食卖啉7年3个月，负担嘛较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热天时啊，肠仔病毒伫咧传，爸母是真烦恼。台北市卫生局日前加早发现，管区内底有一间顾婴中心，顶个月有7个囡仔出现肠仔病毒的症头。顾婴中心煞干那通报2个，伫咧暗砍着夜症，也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加伊罚3000块。就是这间伫台北市龙江路巷仔的龙江妈咪托婴中心，顶个月底传出讲有真侪囡仔若像感染肠仔病毒，却无照实来甲卫生局通报感染人数，涉嫌暗砍疫情。22号开始停课1周，然后有的是疑似啊，我就不知道说疑似要通报。托婴中心表示，落尾已经采取停班停课，加强室内消毒工作。毋过卫生局派员稽查了后，发现这间托婴中心总共有18个0岁到2岁囡仔。顶个月19开始，小连续有7个囡仔出现肠仔病毒的状况。毋过托婴中心拖3天才通报，而且敢若通报2个感染，兼通报5个，确定业者有暗砍疫情的事实。毋过因为考虑到是第一届犯，所以照传染病防治法处罚3000块。也比对一下他们的一些的那个出勤的记录啦、健康的记录啦，还有这个就是家长联络部的一些记录。那我们也只要了解到，就是说其实他们还有一些的个案是没有通报的。卫生局表示，即马是肠仔病毒流行期，尤其是5岁以下囡仔是高危险群，提醒家长予囡仔保持卫生，过来洗手。公司里学校、幼儿园等等的机构，若是发现讲有哪像肠仔病毒的病例的时阵，必须要伫48点钟以内甲卫生单位来通报，若无上当会当罚15000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卖茶讲茶芳，卖花讲花红，讲到台湾的茶有影是真赞。台湾人爱啉茶，不过对这个茶米安怎制作是无啥了解。南投德山也举办了挽茶体验的活动，这项活动也办了5年啊，让民众了解到自这个茶叶挽落来变到茶米过程。茶叶这种东西，我们摆很小心，很小心的放着。茶园内底真闹热，这毋是挽茶工，是为各地来游客来到南投德山体验挽茶。有的游客讲，较早啉茶，也毋过毋知影茶树生做啥物形，今仔日总算是亲目睭看到。好玩，很特别的体验，对不对？特别体验，第一次采茶。原本不知道茶叶长这样，然后经过这次体验，知道茶的样子，然后觉得很好玩。因为小孩都是在台北长大的，然后就想说带他们体验一下这种乡下或者是台北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到的生活。其实第一次真的下来这个茶，就是这边采茶这样子，就是真的蛮有趣的。
台湾人爱啉茶，也毋过对茶无一定了解。南投是台湾茶米主要的生产区，第三田园进社区为特别让大家了解茶文化，特别伫咧石景山地区办茶体验。预计在8月20也是还有另外一梯次，所以我们希望来自各地的朋友都踊跃来参与。这项活动已经举办第5档，加入茶园，亲手甲一心自学办落来是件特别的经验，提供爱啉茶民众来了解茶米为采收到生产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做兵一年是短短，不过留下一寡物件，予伫咧在地。在南投白河，虽然社区已经有营造的替代役，自去年开始也变做一个全国头一个申请中调的替代役社区。替代役人也替在地古井做一个改造，变甲真有特色。这几个替代役将一地又搁一地马赛克泰路搭伫咧古井的外面，互古井增加袂少现代感。涂骹也去互增加正式，搭着真侪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图案。讲到替代役，有真侪人对因的印象就是伫咧公部门服务、走公文。不过伫咧台南白河区已经连续3年申请社区营造的替代役，也伫咧2年前开始走第一，申请全台湾头一个长期照顾替代役，增加地方的活力，也够有特色。我想这届4位野人有2位是做社照，2位做长照，结合做伙，我想这嘛是一个创新啦吼。社区营造和长期照顾替代野人，侵入地方的文化，将白河的特色融入甲长辈做伙佚佗的游戏内面，亲像是甲长辈做伙艺莲子、团呼啦圈，也够做伙跳舞。我希望讲伫这段时间4位替代役会当甲这个伫白河所留的一寡物件做恁一世人的迄个回忆。替代役和80位河东长辈见证澎湖古迹被重新启用的这一刻，也希望这有意义的创意活动会用影响，而且带动白河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德山，毋那是德家的故乡，在这个中间社区要开一个囡仔课后陪伴班，也教这囡仔来编德仔做德琴，要人铃。学生毋那学到这传统技艺，也学习面对挑战，变甲真有自信。囡仔真专心咧拍鼓，也有人伫咧人西表演，真有气势。为输予专业的表演团队，这就是德山中家社区囡仔所组成的金龙队，因做伙来到草屯工艺园区进行快闪的表演。学到了更多的文化，还有一些活动，然后参加了更多的活动还有比赛。在这种快闪的话，就是练自己的动作，还有流畅度。就看起来就很不舍得说，有的小孩子安尼总规身躯看，无是还好啦，看他们那么有活力，我们也很高兴，值得鼓励。学生囡仔经过一年的训练，来到草屯进行快闪的活动。虽然短短几分钟尔，不过囡仔也是拼命学，毋那推展到在地传统德艺文化，也互囡仔有无共款的磨练，会使提升因的自信。然后有时候会因为天气的因素，然后就是没办法表演，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力。很好玩，开心可以出来表演。经过多次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临场的一个表演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自信心的一个展现。中家社区成立放学了后的陪囡仔班，若有做到陪伴甲照顾，要结合在地德艺文化。互学生对家己生根发育的所在感觉真骄傲，也会使做伙来疼惜社区。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20年前有14只外来种的蓝孔雀逃走出来到当时拖甲上千只，若会算断农作物，也会影响到飞安的安全。县政府拍算要来治，却是掠袂了，要总铺开发着孔雀料理，想要用这来解决孔雀的问题。规定的孔雀伫咧草坡散步，看起来真水，也毋过对金门的民众来讲，实在是真困扰。1999年，等风台逃出笼仔外口的14只蓝孔雀，20年过去，真敖生态已经变做上千只。这孔雀毋但会破坏农作物，吵人的困眠，也可会造成交通的问题，危害飞安。
去年的监测计划有发现孔雀族群有往机场移动的一个状况，它们对于人类交通安全的问题已经逐渐在浮现。为着要解决这问题，金门县府推出奖励，一只用600来买收，鼓励民众来猎孔雀。也毋过一年敢若猎差不多100只，那孔雀的族群有缘是继续成长。预设陷阱在这里捕捉它们，当它踩到的时候，它就会像这样子，金门孔雀世界满是，嘛去因总铺师研发孔雀料理，也毋过孔雀的肉一坑硬，无好处理，真考验总铺师的功夫。我们会先用泡盐水泡1个礼拜的盐水，让它肉质软化跟吸收盐分跟水分看肉质，然后所以我们去调整它要去做茶熏，还是要做油封金门孔雀和县府也甲民众拢相当的头疼，也毋过冇人换一个方向来思考，规气起一座孔雀园，甲遮尔水的孔雀变作是金门观光的财神爷。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伫动物园也是保育区看到长安鹿，也就是麒麟鹿，总是认为麒麟鹿真古水、真好食群。实际上，伫非洲的麒麟鹿，这30年来数量减卖40%，也因为人伫咧乱掠，也破坏因的生存地，害因强要来动静。优雅麒麟鹿行伫大草原，一直是大家对非洲自然景致的印象。啊，毋过非洲到即马有寡所在人，有关认为麒麟鹿身上的部位应用来治病。We use even the skin of the giraffe as some medicines. They used to after to cook them, they burn them, and they have that gas from the scrub from the skin. Then they use them as medicine. 经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调查，规个非洲大陆的麒麟鹿数量伫1985到2015年减少40%，即马已经无到10万只。啊，毋过因为因关大特别，大家伫动物园或者是保育区看到因，都留着因过了袂歹印象。事实上，盗猎泛滥、彻底破坏甲人为冲突，也有车祸。地属伫肯亚、索马利亚以及伊索比亚访问麒麟鹿数量，过去30年来已经减少60%，即马日子濒危不涨。努比亚麒麟鹿甲科多方麒麟鹿更较惨，减少97%，比日子极度濒危。麒麟鹿命运正是伫渐渐灭绝当中。There has been so many research done on lions, elephants, and other species. But if you try to look at the giraffe, there's very little known about the giraffe. There's very little research done on the giraffe. 8月17到28號喺日內瓦舉行嘅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有6個非洲國家正推動規範麒麟鹿嘅國際貿易，標本攏愛集列。票評人士是認為，無明確證據顯示野生動物嘅國際貿易是造成麒麟鹿數量減少嘅主因。這是為什麼麒麟鹿嘅研究學者希望進行更較濟研究，提出可靠數據，希望保護這陣優雅嘅非洲動物。記者綜合報道。在2020年東京奧運鐵人3項自計賽，查某組有2名英國選手，本地是走1、2名，因做伙牽手衝過終點線，本地是花頭起片。不過最後，大會是根據着禁止以肢體協助完賽規定，甲因取消資格，有影是白走一逝。2位同款位英國來選手，今年31歲李亞斯曼，加25歲泰勒布朗準備公布走向終點。因牽手衝過終點線是大會前2名選手，按過手牽手這動作已經違反國際鐵人3項總會 ITU 的競賽規則，也就是運動員必須家己完成比賽，免有任何肢體上的協助。大會判定2人世界由第3位走到終點的百慕達女將杜飛得到冠軍，李亞斯曼甲泰勒布朗比賽了後向大會提出申訴，遭到駁回。東京鐵人3項也是官方設定的2020東京奧運測試賽。李亞斯曼在游泳1.5公里、自行車40公里後，摕到領先地位。比賽當日氣溫32度，大會為了維護選手身體適應，將最後一項走10公里改為5公里，佮測試噴水霧系統加空調布棚，為明年正式比賽準備好應變方案。去年這時陣，東京有10多人因為熱浪而死亡。因2人世界這場比賽因講是白費功夫，事實上在這進程，英國一隊布朗利兄弟都曾經在2016年世界鐵人3項系列賽
当时小弟特别挡袂落去，向高度放慢速度，负力斗阵底线。尽管画面真感人，毋过也引起争议，因为铁人3项规定，选手免照着外力完成比赛，也就是讲，就算脚踏车发生故障，鞋仔破去，拢要家己想办法。走的供水站也要靠家己摕，免别人提水给你。布朗利兄弟当时夫妻的情形，甘言讲是伫竞赛规则的中间地带。事后 ITU 就修改竞赛规则，明定禁止集体协作。记者综合报道。雨水敢会落到拜六礼拜来看气象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0度，北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8度到33度，是时间的无情，唔是离开的无缘。多谢您今日的收看，我是嘉豪，同一时间咱再相会。